美國聲紋鑑定陳志忠係叫雞男。最新一期台灣一週刊報道，委託美國機構做聲紋鑑定，將叫雞男嘅電話錄音同陳志忠嘅聲音做比對，發現兩條聲紋完全相符。另外，雖然叫雞男同陳志忠所用嘅 SIM 卡號碼唔同，但係根據電訊公司嘅通話記錄，叫雞男同陳志忠嘅手機序號係一樣㗎。今年2月到3月，叫雞男用手機打咗8次電話召妓。4月26號，陳志忠用同一部手機打俾媽媽吳淑珍。5月中，叫雞男再用呢部手機打電話召妓，證明陳志忠就係叫雞男。自從7月底一週刊爆出陳志忠召妓之後，雖然陳志忠堅稱係俾一週刊抹黑，係政治陰謀，但係喺競選高雄市長嘅民調裏邊，佢大幅落後其他候選人。